妈要出巡，各门紧牙香对拜。我在附近找一位叫仙女的人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是我，就是你本人。那绰号叫笑脸阿公。那其实回到家乡，最想做的事就是农业这件事情。欢迎大家来宜兰洗菜市啊！我老公细汉咧种田。 啊，有种一寡迄个菜时阵吼，其实收成了就摕菜市仔去卖。把稻田、把市场都变成了有趣的游乐场。台湾公妈，大家好，咱来关心台湾的社会，为地方传统，看见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常常在老外洗菜市仔的少年阿公。我是爱听故事小作怪郑丽。今天咱要来分享的是台湾巡回演出南北。 咱正月30号，伫花莲青草堂31号呢，台东环山阿着，还有2月1号要来去屏东的阿里部落樱花节广场，2月2号要来去打到南园长头节，还有2月3号要来去台南的夜龙河，2月4号家己的欢乐册房，还有上尾一天2月5号呢要来去云林的台语老厝。 行在咱的土地。想要听真济土地歌吗？紧来找我！耶！全台巡回众神护台湾，九天玄女降临咯！有请九天玄女娘娘。大家好，我是台语老厝家里困的阿星。2月5号早时10点半，伫台语老厝，咱欢迎仙女少年阿公。 公妈来啊！全台湾的巡回演出，咱台湾的赛事啊，最好耍的，咱做伙来说，全台湾依然打开的赛事啊，来去赛事啊买赛。长大返乡后，他将逛菜市场变成一门特别的导览生意。听说仙女就在附近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仙女？应该跟着一起去看一看。通过导览的过程里面，让更多人从不同面向认识我们这个市场多元的文化价值，甚至是跟仙女一起，我们透过音乐让更多人更喜欢农村生活。因为你，我们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我回到这土地上，它是一种生活。 对，以前叫做黄挂场，都直接讲台语这样。是，因为文创对我来讲，就是我们把自己欣赏的文化，变成一个能够加入自己的专长，做一个创意发挥。是，所以我觉得我会写歌，听到故事，然后就创作出来。哦，就是你们今天听到的音乐。是。2月5号早时10点半，伫台语老厝。台湾巡回演出南北西，九天玄女降临咯！来比赛。